其實真係講蒙面超人 V3 咧，真係要諗翻當年細個嗰陣時咧，都真係話首播已經係1973年。咁當然真係話去到香港觀眾有得睇咧，就真係要到麗的電視1975年播嗰陣時，先至真真正正可以喺香港嘅電視嗰度見到蒙面超人。咁當然啦，其實作為第二部嘅蒙面超人咧，喺日本嚟講確實係掀起一個高潮嘅。咁喺收視率嚟講，到目前為止嘅蒙面超人咧，都冇一套高得過 V3，係可以去到收視率38% 嘅紀錄，到而家都冇蒙面超人破到嘅。咁真係話講翻，其實當其時細個睇V3 打毒鐵幫咧，即係大家我相信真係有翻咁上一年紀啦，一定都會即係模仿過佢去打怪獸啊呢啲路噶啦。亦都係因為嗰個風氣咧，咁其實我相信就住即係有留意開蒙面超人嘅朋友咧，都知道75年7月嗰陣時，咁就喺土瓜灣九龍城道有2個小朋友，因為模仿蒙面超人嘅風雷電而做到墮樓一死一傷嘅。咁結果好可惜，當其時啲家長瘋冚咁樣投訴咧，咁結果蒙面超人都喺麗的電視嗰段時間都停播。咁大概係1年 around 左右啦。咁麗的用翻呢個鐵面金剛嘅牌頭，再播翻 V3。咁雖然都叫做成功咁樣成套播晒啊，咁但係真係話要到蒙面超人 Black 先至可以喺香港嘅電視熒光幕度見到佢啦。好啦，咁啊第一次 solo 去介紹玩具嘅，咁啊今次要介紹嘅就係我個人嚟講，蒙面超人應該都係頭5大中意嘅其中一個 V3。咁你會見到今次 Hot Toys 自從上次1號同2號之後咧，喺外形上 V3 我覺得要改善嘅地方少咗。咁因為你會見到成個 body 咧都同上次都類近嘅，所以優點同缺點都類近。咁或者我講咗要改善嘅地方先啦，永遠都喺嗰度噶啦。大家見翻佢嗰個腿部，大腿同小腿，你會見到明顯地係因為素體嗰個大小腿個大細關係咧，你會見到係幼咗嘅。咁所以希望嚟緊，譬如話係Amazon 啊、Riderman 啊嗰啲咧，都希望喺一個下肢嗰度再落翻啲功夫。咁其他你話真係要我叫雞蛋去挑骨頭啦，某程度上對我嚟講就唔算係缺點嘅。咁首先就係佢個舊化啦。咁其實大家都明白嘅，本身如果大家睇開蒙面超人嘅話咧，其實舊化喺佢哋嘅戲服嚟講咧，相對會比較少。咁但係今次你會見到，其實喺手腕啦、面罩啦、靴啦等等都有做一啲輕微嘅，我先叫戰損或者污漬嘅。咁呢個絕對唔係缺點嚟㗎，對我嚟講。咁變咗有部分嘅朋友，如果對於個還原度係好高要求嘅話咧，可能呢度會有啲詬病。不過我自己係作為美型嘅要求嘅話咧，我就完全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。咁當然反而話有啲玩嗰陣時要留意嘅嘢咧，我就想喺度早少少講一講先。譬如佢呢一個 signature 嘅，我先叫頸巾先啦，或者肩巾啦。我建議係扭到佢巢晒之後先至玩同影相咧，咁個像真度就相對會高啲嘅。咁當然就住個可動性我唔多講啦，因為除咗呢一個向後咬之外咧，佢每一個位個可動性都絕對水準以上。咁希望嚟緊所有拉打改善下佢 hip 位嗰個可動性，咁基本上就冇問題啦。咁你會見到配件方面咧，最主要當然就係呢一個封建次郎嘅頭雕啦。咁個人嚟講咧，始終我都非常之中意紅天馬嘅關係咧，咁所以我就覺得欠缺咗少少呢一個宮內陽嗰個味道。咁但係你話係咪好大問題咩？我又覺得唔算嘅。咁除咗呢一個 V3 紅天馬嘅頭雕之外，你會見到 total 手型嚟講都非常之豐富嘅，總共有10隻手型。
另外亦都有呢一個除咗頭盔嘅 V3 頭盔啦，呢一個當其時嗰啲V3 嘅 support team 嗰啲小朋友嘅道具，譬如話嗰頂帽，同埋佢嗰個類似發信器嘅頸鏈，加埋呢一個 V3 Hopper，全部都俾晒你嘅。咁所以喺呢一個可換性同埋呢一個配件嚟講咧，今次佢都俾足晒你嘅。好啦，咁其實今次 V3 嗰個玩法咧，同上次1號、2號都類近嘅。咁着燈功能啊，自然唔少得啦。咁今次邊啲位可以着燈咧？當然最重要嘅就係頭個燈仔喺下邊嘅，拍咗上去就搞掂啦，幾靚。另外一個重點就係佢嘅腰帶。咁腰帶風火輪嚟講咧，就有3個閃亮模式嘅，邊3個咧？首先就係呢個走馬燈啦，全部閃嘅。跟住你就會見到 V3 中間嗰一粒就固定着咗燈，同埋全部閃令令固定着燈嘅。咁當然整多嘢就熄咗燈噶啦。咁大家喺呢一個腰帶後邊就有一條 USB 線嘅，咁你抽咗佢出嚟之後，就再駁翻佢個盒匙，就再駁翻一條 USB 嘅電源線，咁佢就全部燈都可以着啦。咁最後啦，其實就住贈品嚟講咧，如果大家係呢一個入手 Special Edition 嘅話咧，今次 Hot Toys 嚟緊有一個幾好嘅突破咧，就係佢會送一張靚靚嘅卡，金屬製嘅。你會見到嗰個卡盒同埋卡嘅設計咧，都同而家大家即係收藏喺一啲貴價嘅卡牌玩法係一樣，有一個透明嘅亞加力用磁石組合嘅一個卡套啦，同埋有一張入邊用咗金屬製嘅 V3 卡。我個人嚟講就非常收貨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次嘅玩具就介紹到呢度啦。咁其實我個人嚟講咧，都幾建議大家繼續追捧 Hot Toys 嘅蒙面超人系列嘅。咁至於呢一集，對於我嚟講係第一集，亦都會唔會係最後一集呢？咁就要睇下大家看官嘅支持啦。咁當然重點就係記住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、Comment， 咁最好梗係 Donate 啦。咁記住，我哋嚟緊玩具 TV 10週年，仲有好多新嘅節目等緊大家嘅，記住支持，下次見，希望。